在地人在地情来看南投旅游100K 自行车小镇漫游的游程正式来展开了。除了有100K 挑战的路线，嘛有轻松的导览行程。若有印尼的朋友，嘛有超过70岁车友来挑战家己的体能。 时间到达算票，来自全台湾各地车友，伫咧副馆长王瑞潮带领开始出发。南投旅游100K 自行车小镇漫游活动，伫咧中兴新村奔献馆绕了起步。也是这个我们养成我们的运动的习惯。伫咧这边的100K 挑战，有50多位来自印尼的朋友共同组团参加。印尼的车友呢，在台湾就会平常都会聚集在一起，然后体验台湾之美。 除了100K 挑战，活动也安排轻松行程，让大家当拿骑铁马、拿踅南投市景点，还有好食的美食料理。嘛希望透过这个活动，推广家团旅游，让大家有运动的好关系，保持身体健康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